好像，好，只是好玩的而已啦。这样有没有吓到你们了？新来的。好，然后，当然其实后面的和声是来自于我们部落的多兰部落的弟弟啊。然后先介绍一下好了，这是手边的昂爱，幅度，马上。他们的专长都不是唱歌哦，他们都是体保生，他是运动员哦。那今天比较没有什么活力，因为没有看到操场，所以比较没有什么活力了。要跳舞啊！那我们欢迎他们的最后一首歌了，因为这唱歌不是他们的专长，所以他下去，然后等下在外面帮我卖 CD 啊。很辛苦的呀，当和声，然后又要卖东西啊，出社会就是这样，现实。所以哥哥要照你们，没办法，只有5首歌，这是命运，这是你的命，你们是体保生。好，他们的最后一首歌《我们的约定》，掌声。